你有冇試過身體檢查啦，或者心血來潮，突然之間篤下手指，發現原來血糖咧超出咗世衛標準喎。咁跟住你梗係睇醫生啦。咁佢哋咧就建議你嗱，唔想將來要截肢啊，眼睛會有黃斑點啊，身體會變差啊，你就要開始食糖尿病藥噶啦。最後你就變成咗糖尿病藥物嘅食家。我咁樣講咧，當然係因為我試過啦，但係咧我就選擇唔食呢個糖尿病藥。咁我又點樣改造翻我自己呢？我點樣修復翻呢個血糖水平，行一條唔一樣嘅路呢？嗱，無論膽固醇啦、血壓啦、血糖啦，我都試過出界嘅。有冇心理上嘅恐懼，或者因為不確定造成心理壓力呢？今集咧，我先集中講血糖先。喺分享個人嘅經驗之前呢，先嚟睇下一啲資訊。嗱，全球確診二型糖尿病患者咧，而家大概係6至7億度啦。相關嘅藥物銷售額大概咧係每年230億美元左右嘅規模。以全球數一數二嘅德國拜耳藥廠為例啦，佢哋嘅年報顯示，成個藥物部門呢，喺2024年嘅銷售金額係181億歐元。雖然佢冇公開到糖尿病藥嘅數據，咁但係咧佢有指出，糖尿病藥對於公司營銷嘅貢獻呢，係實現咗高增長嘅。咁可見全球嘅人口被掃入咗糖尿病患者嘅數字咧，係一直上升緊嘅。而且要留意嘅咧係糖尿病藥啫，仲未計周邊產品，好似血糖嘅測試機啦、測試紙啦，嗰啲都好貴噶嘛。消毒火酒片啦，呢啲都係要必然嘅配備啦。咁所以一旦確診話要終身藥物侍候嘅話咧，其實你就等於幫藥廠打一世工噶咯喎。更甚嘅咧係打工都唔係重點，而係每一個血糖波動嘅人咧，都會喺自己屋企測下血糖噶嘛。咁製造出嚟嘅廢物咧，其實係好污染環境嘅，亦都即係會危害翻自己或者自己嘅下一代。咁因為血液測試紙啊、棉花嗰啲都會沾染咗血液，本來咧係要特殊處理噶，唔係隨便當垃圾掉噶。另外咧，慢性病長期嘅服藥咧，係其實會令身體越嚟越虛嘅。有時候你進食嘅時間啦，或者個份量有差異嘅時候咧，佢會令到個血糖波動噶嘛。咁血糖太低嘅時候咧，對生命又有好大嘅危險嘅喎。畢竟藥物咧唔係天然啊嘛，咁佢調節起上嚟咧未必好精準嘅。嗱，我喺若干年之前咧有一次身體檢查，咁出現咗血糖窄界啦，咁然之後到後嚟咧就超標添。當時世衛嘅空腹血糖標準咧係7，而我當時嘅空腹血糖咧就係9。今時今日世衛已經下調咗嗰個空腹血糖嘅標準㗎啦，去到5.6。咁即係話，如果若干年後佢又將呢個標準調低嘅話咧，就會有更多嘅人喺數據上睇起上嚟咧係糖尿病患者需要服藥。近呢幾年咧，我見過好多比我年輕嘅人成為咗糖尿藥嘅食家，我都會同佢哋咧分享點樣去逆轉，點樣留意自己嘅飲食，要改變，唔好食藥。咁希望呢條片咧係可以幫到你或者你關心嘅人啦。好多人咧都會想當然覺得血糖超標咧一定係食太多甜食，其實咧就唔止咁簡單嘅。雖然我以前都係一個甜品狂迷，我可以正常咁食完一圍嘅飲宴之後，再食2-3款甜品，咁咧先叫做滿足。但係我身體檢查出現血糖窄界，以至後嚟超標咧，經過我嘅細心觀察分析，其實係因為我有一個習慣，就係早餐嘅時候咧，會飲一杯熱茶做早餐嘅飲品。而我當時咧多數都飲烏龍茶嘅，佢屬於偏涼嘅茶。咁你日日都飲，其實咧就好容易令到個脾胃虛寒。呢個就係最初嘅起因，因為脾胃無法正常運轉啊嘛。然後你通過甜食啦，然後食嘢唔檢點啦，可能油太多啊，
唔夠新鮮啊，或者煎炸嘢多啊，咁日子有功，你就會令到個情況越嚟越惡化啦。我發現血糖超標咧就冇驚慌嘅，講真，因為阿媽教落，遇到咩事首先就要先鎮定啊嘛。咁為咗逆轉情況咧，我當然都睇好多嘅書。咁首先當然就係要戒糖、戒煎炸啦。咁通常啲醫護會教你要鹽水灼啲菜嚟食啦，減少用油啦。佢哋會教你唔好食飯啦，因為糖分高。咁總之呢啲嘅方法咧，我都試過，但係我就發覺咧個空腹血糖咧時高時低，而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個人冇精神。後嚟我自己咧睇完一輪書，然後咧又去請教中醫師啦，我亦都睇《黃帝內經》啦。咁最重要嘅咧就係我自己開始仔細咁觀察我嘅日常飲食。我發覺坊間呢啲方法咧可能間中有效啦，但主要嘅目的咧佢都係喺度追逐緊嗰個數字，忽略咗身體嘅反應同埋真正整體點樣去令身體復原。咁後嚟我係點樣令到自己成功回歸正常而唔使食糖尿藥嘅呢？首先我堅持每一日咧至少都要行6000至1萬步，而係持之以恆喎。因為仲要留意一樣嘢係步行唔係散步，即係話你行起上嚟咧要比你平時散步急一啲。咁你可能行完6000至1萬步咧，你微微有少少汗想出，但係又唔係話流晒大汗咁樣樣。咁呢樣嘢咧能夠令到氣血運行得好啦，而呢點對於你嘅血糖穩定咧係好有幫助嘅。第二咧就係一定要暖脾，脾胃咧最怕就係濕同埋寒，咁所以咧唔係室溫嘅食物咧就叫做唔係生冷嘅。而係要少食生冷食物，生就即係話冇煮過。咁所以我而家咧，就算我食蘋果啦，我一定係連皮，而且係熟食，可能連埋其他嘅，譬如眉豆啊嗰啲打成米糊嚟到食，就好少食生嘅生果嘅。因為其他生果偶然間都食啦，你可能當我嘅頻率係初一十五咁嘅密度啦。咁因為而家啲生果咧，多數都係又大又甜，甜到好唔自然噶啦，我覺得唔係健康嘅食物嚟嘅。第三就係每日至少都係有一碗飯嘅，唔能夠完全唔食飯，因為喺我嘅觀察當中咧，完全唔食飯嘅人咧係特別多病痛，尤其是亞洲人。咁我自己身邊嘅親朋戚友裏邊咧，都有啲係堅持唔食飯嘅，但係我發覺佢哋咧多數都係體弱多病，有啲甚至乎開幾次刀嘅都有。咁好虛嘅個人，唔知點解。咁所以亞洲人嘅體質，我諗個 DNA 啦，所以就唔好完全唔食飯，至少要日一餐。而且食菜咧係可以食炒嘅，唔一定要白烚嘅。白烚咧其實菜本身已經係涼噶啦，你再烚又冇乜鑊氣，咁更加涼。只不過咧，我亦都唔放薑嘅，我會用選擇一啲平和嘅菜啦，然後我用連衣嘅蒜一齊落去炒，咁就薑咧，因為現代人好多時都會睇手機啊、睇電腦睇得多，咁啲肩頸都會比較緊嘅。如果再食得薑，好多時候咧，身體裡面嘅炎症係會加劇，所以我係唔用薑嘅。第四就係每餐咧，盡可能只集中一種肉類，即係話你如果食魚咁就主要嗰餐都係食魚啦。如果係食豬肉就主要都係豬肉啦，就唔好雞鴨鵝羊啊魚啊咩都齊，咁就會影響咗個消化。仲有就係注意烹調嘅方式啦。如果你外出用餐就揾啲少鹽啦，最好唔用太多調味成品啊、少糖嘅菜式。咁我自己屋企咧，只係有海鹽同埋胡椒粉、椒木嗰啲嘅，唔會有嗰啲唔會有好多嗰啲現成嘅醬料嘅。咁第五咧就係最好食冇標籤嘅食物啦。乜嘢係冇標籤嘅食物咧？我發覺而家好多人可能佢都會習慣喺超市啊，或者係喺一啲大型嘅貨店嗰度咧，係買嗰啲食材咧，佢係要睇嗰個標籤。咁你要睇個標籤，即係話呢樣嘢其實係預製同埋會加咗好多 click 啦，可能係防腐劑啊，或者係穩定劑啊、凝固劑啊，諸如此類，同埋好多嘅數字嘅嗰一類嘢。
咁我有一個朋友，今次佢喺美國翻嚟咧，咁佢都講咗一個即係我突然之間有覺得哇，即係好好豁然開朗嘅一個令到我會反思嘅問題，就係佢話你去街市買一棵新鮮嘅菜，買一個新鮮嘅薯仔啊、洋葱嗰啲咧，佢係冇標籤噶嘛。咁所以點解你要去花時間去研究點樣樣睇個標籤咧？係咪？咁所以呢個似乎就係本末倒置呢點咧，我覺得係大家都需要去諗嘅。而最關鍵嘅一點咧，我覺得係要有自信。我自己通過調整飲食咧，都成功可以扭轉乾坤啦。因為有啲人喺佢呢個過程裏邊咧，佢會追住個數字。咁一旦個數字冇變化咧，咁佢就可能會放棄啦。又或者覺得係啊，好似好沮喪咁樣樣，原來努力咗咁多個指數都冇乜喐到嘅。咁你一旦咁樣樣冇堅持就放棄咧，你就永遠都會俾個藥物控制㗎啦。呢個咧就係我過去十幾年保持住個狀態嘅方法，其實係好簡單㗎，但係個關鍵詞咧就係堅持同埋留意細節。所以如果有咩問題咧，歡迎交流，因為我哋嘅目標咧就係盡量可免則免啦，食藥呢樣嘢就咁，我哋下次再傾啦。